后来即摆高丽菜大出，采收无符合着成本，台中代理有青龙归去开放，互大家去买，大家拢买甲真欢喜。妈妈带囡仔来到田中园买新鲜的高丽菜，互囡仔亲手买，感受农友的辛苦。他觉得上学没有那么有热忱，我说那你来就是体验一下，就是农民种菜辛苦这样。因为买无够成本，代理就会青龙就归去开放引导的高丽菜田，互民众家己来接买，体验买菜趣味，而且甜搁脆的高丽菜小搁大粒，相真侪欧巴桑妈妈来吃扣好康。我们高丽菜分别有初秋跟雪翠的这2个品种，那这一次开放让就是乡亲们自己采。因为是第2摆开放买高丽菜，大人差不多拢是买10粒起跳，民众买菜买甲真欢喜。那甲农民斗支持，佮当食到上就是新鲜的菜色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